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人讲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就是防劝人唔通做歹代志。若无紧带慢，拢会互人发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为有为为第五条。这个为就正做三昧，变做三昧意思。咱讲是举办为婚，另外这个为嘛有做的意思，像讲龙背为干。另外嘛有当做啥是啥意思，像讲甲打为止，到今仔日为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较古早的台语词，读做应为，这个意思就是应对周旋、运动走踪，正高应对的人，咱讲是高应为。第二个词读做为非三做，代表做歹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无做好代就有教害，若是搁再为非三做，做恶做歹，到犯错才要来受尾，搁较高应为，嘛已经伤过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